就是佛陀所讲的小孩呢就是为自己而痛苦，那么佛陀是为利益一切众生而发愿，那么这两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佛陀所讲的小孩是我们众生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们必须得要消除过去的所有一切这些罪障所有一切业障，而且我们从此我们要知道人生是难得，获得下面人生是更为难得。那么既然获得这么殊胜难得的这个因缘跟人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时间才是最珍贵对于我们来说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然现在是一个修行人，但是我们过去还有很多的业力，所以我们这一世当中没有修好的情况下，下一世不一定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修行的机会所以甚至我们能不能够获得人生也是不好说，因为这就是会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因果的力量来推动我们，不是我们所能够可以决定的嘛。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快速的方式来消除所有一切的业障。所以呢，我们要依靠什么呢？那就是依靠菩提心。依靠菩提心才是真正的我们要修持的，而且真正的对我们得到这个利益的一个方式。菩提心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最殊胜的，而且是经常在佛教的观点也好，佛教的最终的这个核心就是空性大悲藏那么没有这两个就不是完整的佛教。所谓的完整的佛教是什么呢？让一个众生圆满从轮回当中解脱，永远可以度化一切众生的这样的一个解脱，获得圆满这样的一个佛果，就是正等于佛陀的果位。没有获得这样的一个果位之前呢，不是完整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获得一个圆满的完整的佛陀果位的教法，就是完整的佛陀的教义。佛陀的教义每一个都是非常殊胜，但是根据众生的根器与因缘，所以呢就是接触到的跟修持到的佛每次讲的这个重点都是有所不同，但是每一个都是是可以融合的，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那个矛盾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是众生的根器跟业力因果的所感到的这个福报跟因缘不同。所以呢就是我们所能够可以了解的，所能够可以接触的，觉得自己觉得殊胜的这个方面，这个是不同所以有些人觉得小乘的法门才是最适合最殊胜，有些人觉得那就是大乘的法门才是最为殊胜，那有些人觉得金刚乘才是最为殊胜，那有些人觉得就人天乘就可以了，那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都是不是不正确，但也是都是佛法，都是没有不正确的，但是也是根据每一个众生自己所能够可以接受的方面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够可以在长期发菩提心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不会遇到严重的在造业的机会的因缘，然后也不会因其他的业力摧坏我们的修持的功德。因为我们有菩提心，菩提心的功德它的基础是最为坚固的，然后它的这个殊胜度来说的话也是最为殊胜的。主要是有菩提心的一切功德都是成为了真正的能够可以最后成佛的质量，所以这个是不会以其他的任何的那个业力摧毁的不会摧灭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发心我们的正心，我们的这个回向，这三个殊胜的
过程是非常重要。但是这3个过程讲的就是大悲空性这2个，所以这里面讲的主要是前面讲的一样的，主要是有人想要能够获得解脱，然后就是也知道过去造了无量无数的这些罪的一个人，他主要是真正的是一个有心的人的话，那为什么不考这个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的功德是非常殊胜，而且是非常非常快速能够获得功德的。从内心当中真正的有升起菩提心那一天呢，都成为了这一个刹那之中，成为了人天一切众生的作为一个定理的对境，也是同样的意思。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呢，我们必须得要知道自己的内心当中要发菩提心。我们就是有菩萨戒，为什么要修菩萨戒？也是一样的，修完菩萨戒，那自己就是成为了菩萨。那么成为了菩萨，那我们就是要维护菩提心，延续菩提心，我们必须得要坚持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业障都是能够可以顺利的消除，最为殊胜的一个方法。自本作人着刚着我